今日嚟到苗頭嘅蓮湖公園啊，欣賞一年一度嘅荷花盛會。幾多靚女攞住啲長槍短炮喺度做攝影呢？拍荷花嘛，你唔影翻兩張俾你朋友睇啊？覺得全部似下蓮子嚟嘅。我連開咗邊咧，一樣嘅啫。一樣，因為佢可以叫荷花，又可以叫蓮花。唉，我頭先就喺度諗來諗去諗唔通呢樣嘢。覺得靚嘅啦。邊個乜嘢我都想講。呢個唔知咩啊？冇。嗯。熱。家裏長板板好嗎？一話嚟你啊即刻嗶哩吧啦化妝畫出嚟啦，依家嚟到佢又話唔好睇啊！屌你個閪啊！得不得吧？我想偷笑。就唔好話自己着對高跟鞋啦，明知嚟辦公園着高跟鞋，好似去飲咁。唉，風吹來我就有心情了，風不吹。啊，到時都可以好多蓮子喎，走去摘蓮子，俾蓮子俾你落嚟摘嘅啫。哎，沒太陽關了嘛。哎，熱的要死，拿着手機呢，不要關我的傘，手機也幫我拿着。不行，拿多試一下。啊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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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媽呀！啊，風來吧，風在哪裡？哦，風一吹我就討厭。
要看那个，给你纸叉，给你纸。这个花样。你也太狠了！拿那小天来救我，不傻了吗？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，就一次没看过。放在桌子，我往上下。我看看是不是还要肥的。拍完了有什么？拍完了就这么大地方了。如果你咁樣講，油茶草莓都有價值。它叶子也可以吃啊，由又可以叶子晒干了可以包。由蓮子到荷葉到根，包该呀，到根部，跟住到個底原有，成棵都有。这个叶子也晒干了泡茶喝也可以。啲蓮子貴啊，啲蓮子。人哋啲涼米雞咪用啲血包嘅咯。嗱，好似嗰個蓮蓬咁啊，嗰啲蓮子就有肉啦。啲新鮮蓮子要嚟煲嚟食都好食嘅喎。啊！啊，老婆，你睇下嗰啲蓮蓬啊，嗰啲有蓮子啊。把它摘了，然后折成那个三角形，一折一折的把它折好。那个这里面那个莲子都很多，是吧？小朋友，何總，今日兩公婆得閒冇嘢搞啊，嚟咗橋頭呢邊睇荷花，睇幾鬼大個荷花塘啊！因为这里有好多它那个树啊，好多仔，不是好多莲子。我不要，你去嘛。那个我真的有点想去。啊，整個荷花塘就咁嘅景象啦，啊，相當多嘅荷花喺度盛放緊啊！啲各位朋友可以過嚟睇下。
呢一度就係東莞嘅橋頭鎮啊，相當之大嘅一個荷花塘，一千幾百畝就肯定有嘅，幾大個範圍，而呢邊都係。啊！佢喺呢度等都聞到淡淡嘅荷花清香嘅除，淡淡嘅荷花香氣。啊！今日就專程過嚟橋頭呢邊逛下，帶大家睇下荷花盛放嘅季節。橋頭就係屬於東莞嘅一個鎮，靠近惠州。橋頭對面就係惠州啦，比較偏啲多嘅一個鎮嚟。橋頭係屬於東莞嘅。呢啲葡萄樹，嗱，呢啲細個時候嘅最中意食嘅，我哋叫做葡萄樹啊，全部結滿果，之但係一個都唔食得嘅，全部都俾啲蒼蠅全部係搞爛晒嘅，一個都唔食得，非常之可惜你啊！專程啊，政府搞到佢高壓水車，直頭係用水槍咁樣將啲果咁打落嚟，係直頭係做垃圾，要去專程咁樣去清理。打完之後時常都仲有好多㗎，一個都唔食得，對面仲有幾多你啊？全部都跌落嚟。就係依家有嗰隻果蠅啊，好似蒼蠅咁啊，隻咁嘅昆蟲，相當難搞啊！都係喺外國進口啲水果啊，佢咁引入嚟中國。自從有咗呢一隻昆蟲之後，呢啲果全部都係冇用啦。如果係冇專一嘅人工乾魚套個膠袋包住佢嘅話，由佢露天嘅話，全部都係蟲嚟嘅。唉，太浪費啦！之但係又冇辦法，又食唔到。唔好拍啊！大佬，阿啱我哋都喺度清理啊！啊，終於到山頂。哎呀，啊，真好。終於到山頂啦！好，今日嘅視頻就分享到，講嘢都頂唔順就係。今日嘅視頻就分享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訂閱啊！啊，準備走啦！呢度係橋頭鎮小學啊。中國依家嘅教育係相當重視，啲學校都係間間都有翻咁長嘅水準。始終
鎮就唔及城市咁繁華，街道上嘅人流都係一般啊。靈湖公園我要知道爬这种叫我穿拼的。啊，我的脚脏了。我是穿了，穿不上来的。你上吧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好不好？行啦。你又没说来爬山。别说了，准备看公园了。拿着，我的，拿着。我对齐一下，把包拿来给我，你拍吧。上去吧。休息一会儿。放着嘛。放我旁边吧。再不能。脚都麻了，光着脚还挺。谁知道他说要来这里？哎呀，終於爬上嚟。發自長浪。哦，我一上喎，繼續向前。
哎呀，仲未到山頂。哎呀！哎呀，終於到山頂。